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7日，彼得前书4章7节到8节安尼讲：万有会终局困难，所以着谨慎守己，通警醒祈祷。上要紧的是着热切三听，因为听会压砍真济罪过。三个来祈祷，爱愿着谨慎守己，警醒祈祷，搁热切三听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永在的活命主宰，你是掌管万物的全能上帝，你是坐伫宝座顶的大人君，主啊！你的智慧远过诸天，你的信息达到穹苍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！愿学到你奇妙的作为，愿称颂你至高的名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！愿感谢你，因为你稳定的手拢无离开阮，你的供应极其丰富，你的大领无比信实。主啊！伫这末后的世代，求你教示阮警醒祈祷，互阮无亚懒、无冷淡，乃是不断追求你的面。主啊！求你互阮谨慎守己，警醒祈祷，搁着热切三听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